续来看是这个陆军航特部的士官陈良峰。2018年汉光演习的时阵，因为跳伞训练发生意外，为高空来坠落，伤到肋骨是真正力。也毋过陈良峰一直无放弃复健，凭着努力甲意志力，今年的6月会当家己来兵训，9月初伊佫挑战用这个学行路车，成功驶病医一年。伊的爸爸甲过程铺上网，互真侪人看到感动，嘛替伊真欢喜。刚才是从这边出发的，嘿。踏步伫行，拢真无简单。伫正南陪伴下，陈良峰伫练行路。快达标了，剩几步路了，最后冲刺了。要到位的时，陈良峰真正强要无力啦。不过伊有完经到最后，伊用45分钟行完病医一年，大家是激动佮欢喜。棒棒棒棒棒棒！陈良峰老爸将这段影片抛上面册，真感动。他还是会督促他自己，要一直去做他的那个肌耐力的训练。陆军航特部下士陈良峰2018年汉光演习的期间，执行跳伞操演，为将近400公尺高的半空中跳落来，发生主副伞无安全拍开意外。伊煞无死，也毋过规身躯差不多拢袂震动，4年来拢无放弃，继续咧复健。可以。今年6月，伊伫病床顶完成家己平生这个画面，互人真感动。因老爸讲，是欢喜中艰苦，艰苦中有欢喜，伊就是规家伙的心情。也就是因为他这样子，所以说他在很累的时候，他只要还可以动的话，他就会告诉他自己，他一定要去做复健，一定要起来动。看到后生这艰苦，真正会唔甘，也毋过会陪伊做伙度过，继续突破达到目标，赶紧恢复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